飞身，站在中央，因脊背推上前台，唇上泪摇。轮中要一个形状，方便逃生，轮廓被施舍重要，粗度被丝毫发。银幕飘为人传，如何同时愤怒？数几帧在抖的伤，皆非情绪。真正的火藏在背后不发声，灯光蒙着盖色，为何需要余生？表情像绳结，越来越近，呼吸被解释为抵抗，沉默也被定义，灌输上纯失败，正义缓冲中，连满被剪辑成片段，方便转发。光熄灭后，地面没有不同，只是下一个位置已经空出。黎明不需要提升，慢慢来，影子回到墙边。